脫髮已成為困擾現今都市人嘅普遍現象。調查顯示，近80%亞洲人曾經出現頭髮或者頭皮問題，其中約1/5男性受脫髮困擾，女性亦都有超過25%經歷唔同程度嘅脫髮。呢種情況同多種因素有關，包括生活壓力、頻繁染燙、飲食習慣、遺傳，同女性產後或者更年期嘅荷爾蒙變化。當毛囊缺乏足夠嘅營養，就會逐漸引致脫髮。Active Hair Vibrance 活髮保膠囊結合獨家挪威三文魚來源小分子膠原蛋白同美國專利 MSM 等7大養髮營養素，建立完整嘅養髮機制。第一步，強韌髮根。挪威三文魚膠原蛋白採用單一挪威三文魚來源，純淨兼容易吸收。臨床實證三文魚嘅蛋白質同 Omega-3脂肪酸都有助於改善頭髮嘅結構，能預防脫髮，就連睫毛、指甲同皮膚都可以見到明顯改善。藻類 DHA 作為 Omega-3脂肪酸嘅一種，有助減少甩髮，促進生長，令頭髮更加強韌有光澤，同時預防頭皮發炎同紫外線傷害。印度聖果如金子萃取，富含維他命 C 同抗氧化成分，具有抗炎同抗老化雙重功效，能夠強健髮根，減緩甩髮，更有助於減少過早白髮嘅發生，令頭髮保持年輕濃密嘅狀態。第二步，激活毛囊。美國專利 MSM 係人體合成角蛋白嘅關鍵成分。2019年臨床研究顯示，每日補充 MSM 能夠促進頭髮生長，同時強化毛囊健康。第三步，預防落髮。發覺生物素缺乏生物素容易出現脫髮同指甲脆弱嘅問題。生物素係構成角蛋白嘅關鍵成分，有助於強化髮絲結構，減少斷裂，令頭髮更強韌有光澤。美國金氨酸亞鐵鐵質喺頭髮健康生長嘅關鍵。金氨酸亞鐵可以迅速補充鐵質吸收，有效改善缺鐵性貧血，從根源預防因鐵質不足而引起嘅脫髮。我哋仲添加咗葡萄糖酸鋅同維他命 C 及維他命 E， 有效協助蛋白質合成同毛髮生長，幫助膠原合成同鐵質吸收，保持髮絲潤澤同彈性。持續使用 Active Hair Vibrance 活髮寶，可以由根源強健髮根，增加頭髮密度，刺激毛囊生長，並預防發炎同斷裂，令頭髮回復豐盈光澤。無論男士定女士，想重拾濃密秀髮，揾翻自信，就要快啲試下 Active Hair Vibrance 活髮寶啦！